咱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是已经满6冬，当年也是拢会有人发起彩虹游行，伫咧推广性平的观念。今年第8届台南彩虹游行是以八仙过海做主题，而且阁特别邀请到妈祖坐艺阁做伙来游街。阴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场充满在地特色的彩虹游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第8届台南彩虹游行。我们希望走上街头。火车顶悬的变装红叶，甲大家小借问，第8届的台南彩虹游行，沿路人是叉叉叉，甲台北高雄的彩虹游行无同款。台南的彩虹游行更较强调在地性，甚至甲民间信仰妈祖请出来做伙参与，结合这一届游行的主题八仙过海，打造出古都独有的特色。这届游行真特别，阮有请到一尊妈祖，咱雕行宫为林庙的镇殿三马，要来坐咱的艺阁。我相信这应该拢是伫不管是全台各地，还是全世界，你拢足难得会当伫彩虹游行内底看到的风景。这一次算是一个新的尝试，就是用性别把这样子的路线串起来，然后看可以跟大家蹦出怎样不一样的火花。除了游行，团队带领民众加入去台南的巷仔底，透过性别镜头，认捌台南的庙宇，甲传统故事内底性别平权的意涵。我们想讲，有遮侪朋友拢来到台南嘛，所以就是办一个活动，互大家会讲演刷落来，留落来继续来认捌咱台湾的各种甲性别相关的故事。婚姻平权日拍已经6年啊。不过，在性别平权也要继续打拼，因为社会上存在有性别议题的争论。全国各地酷儿族群希望因的理念会当透过对话，让大家看到、受到讨论。上大希望就是希望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当活做家己介意的模样，去讲家己想要讲的话，唔免去惊吓讲别人会有无共款的眼光来看待伊。游行的队伍伫咧古都来来去去，就亲像彩虹挂伫咧台南的天顶。婚姻平权6周年。平等的路也要继续向前行，就为即马开始，一步一步行出改变的力量。记者郑雅顺、梁新维台南报道。